阿詹 Sir， 而家喺澳門你搵2萬蚊嘅全職，俾外勞做晒啦。Michael， 冇見一排點解受水咗咁多？發生咩事啊？阿詹 Sir 真係慘啦，個人都癲咗啦。去疫情前我就上車去置業，去買咗層樓，而家變咗負資產啦。唔係呀，咁大鑊？咁你有份工㗎，你咪頂住先咯。你知道喺個2021年個疫情嗰時，貴賓廳倒閉咗啊，執咗笠啊，倒閉潮係倒閉潮啊，你都受災害。係啊，咁你有冇即係出嚟做下生意啊？你識咁多人係咪先？我之前做過生意啊，就係聽個政府講話青年創業啊，點知又去輸咗20萬啊！借錢又係啊！我問朋友借咗20萬嚟做生意，要還㗎政府嗰啲政府要還啊！我知道啊，每個月1% 息啊嘛。哦，你唔還就要俾1% 咯。係啦，啱啊。咁你而家你做咩工啊？而家咪去做送外賣咯。送外賣，做車籌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你收入穩唔穩定啊？收入就啱啱夠自己去使用咯。但係你供樓供唔供到啊？供樓唔掂啦。咁點算啊？咁冇乜點算啊？咁樣就睇下政府佢話遲下搞嗰4大個產業，睇下有冇得去發圍啦。4大產業都要係即係又要培訓啊，同埋咧佢而家又未開班，咁你而家你只有要揾住出路喎。你到陣時你要睇住喎，你唔供嗰層樓啊，分分鐘俾銀行拍賣喎。到陣時渣都冇啊，唔係渣都冇啊，詹 Sir 喺執都冇啊，仲要去還翻個去負資產嗰度嘅數啊。負資產咧，你一日唔賣出去咧，嗰層樓咧都係帳面蝕嘅，唔緊要嘅。相信我，以一個經濟嘅週期嚟講咧，5到10年咧，又會一個經濟好嘅週期，到陣時出嚟啊，你咪見好就收，賣咗去，信我。因為咧，你嗰個唐樓咧，到50年樓齡咧就好難賣嘅，趁早賣，真係㗎。澳門啲政策係唔支持嗰個樓齡50年嗰啲樓嘅，所以咧你信我。有價就賣咗佢，而家唔好賣，而家你輸緊就唔好賣，仲可以鬥長命啦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咁啊勤力啲，係啦，做多幾個鐘車手，係啦，賺多幾百蚊，係啦，還嗰個樓按啦，我相信你一定得嘅 ，Michael， 好，相信我，好，相信你，好，咁啊，加油，詹 Sir， 多謝支持。當你喺澳門身邊都有需要幫助嘅人，喺下面留言。我黃德來詹 Sir會全力支援。記得點讚關注。